CCFTV。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節目。嚟緊2年，俗稱赤馬紅羊，預言會有好多同火神事件發生，突然令我諗起中巴年代巴士不斷發生嘅火警問題，尤其係喺亞歷山大車身嘅丹拿珍寶同富豪艾莎特別嚴重。我哋今集簡單講述以往中巴火燒巴士事件。當年我喺讀書年代，喺晚飯時間，唔知點解，經常喺三色台新聞報導中就會睇到中巴亞歷山大車身嘅巴士被火燒毀。除咗基建過熱之因素、煙頭、縱火等，香港又熱又濕嘅天氣，令電線短路亦係其中之一個問題。加上玻璃纖維車身，一着火更不可收拾，而通常起火位置都係喺上層車尾，由車尾再擴散至車身其他部分。而富豪阿爾莎則由 AV3至8大批燒毀。喺清晨約5點，一名職員返回車站返工，發現站頭一架10號線丹拿珍寶巴士上層近車尾處正冒煙起火，且火勢好快波及全車，職員即刻報警，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全車被燒至通頂。由於巴士上層首先起火，加上車輛喺上址停泊已超過4個鐘頭，消防員調查後相信有人登上車縱火，或有道友登車追龍嘅時候意外引起火警。對於先後發生嘅多宗燒巴士案，皆涉及10號線巴士。中巴方面估計唔會有人蓄意針對某一條路線車輛進行破壞行為，但10號線路線嘅投訴特別多。當年10號線中巴至少發生過5次火警，其中以北角碼頭巴士總站最多。一部10號線雙層中巴又離奇失火，喺5點35分，一名巴士司機返回北角碼頭巴士總站上工嘅時候，突然見肇事巴士上層起火，於是報警，消防員迅即到場將火救熄，惟全車已燒至通頂。初步相信起火原因冇可疑，懷疑有人遺下火種肇禍。部分 MAX 石車身珍寶，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意外、火災等，車身受到大程度嘅損壞，唔能夠使用。中巴將一批於後期購入嘅 Alexander 車身為呢部分珍寶重建車身，亦由於呢個原因，呢一小批珍寶亦能夠陪伴住中巴，直至其專利巴士服務結束。消防員要用2條喉灌救。火勢最厲害嘅係巴士上層尾部，玻璃全部碎晒，燒得返個支架。大火喺清晨5點半左右發生。警方話嘅10號巴士由司機開離，停喺北角碼頭巴士總站裏面。司機離開之後，有人發現巴士着火，消防員接報到場，用咗10幾分鐘將火救熄。之後入車廂檢驗有冇縱火痕跡，警員亦到場調查。嘅巴士後嚟拖去柴灣車廠檢驗，警方認為唔係有人縱火，但起火原因可能係車廂裏面留低煙頭引起。有巴士司機話，晚上啲車冇鎖，容易俾人破壞。返咗廠就掃咗地，即係有集工上車掃咗地，檢查咗火種，跟住再可以有清潔好架車先攞出嚟噶嘛。攞出嚟咁就擺喺度，咁啊根本就係冇人上過去嘅，即係除非係即係有人特登上去破壞咁嘅啫。火警中並冇人受傷。今朝6點半鐘，中巴車廠嘅守衛發現有幾架車着火，於是報警，消防人員到場用5條喉嚟到灌救，25分鐘之後將火救熄，有5架巴士嚴重焚毀。而另外仲有6架巴士係受到波及㗎。消防處初步調查認為起火原因係冇可疑，中巴方面就話燒咗11架巴士，並唔會影響佢哋嘅服務。消防員到場啦，好快救熄啲火，巴士車尾同部分座位咧燒到黑晒。喺晚上7點幾㗎，一架載有100幾個乘客嘅101隧道巴士，沿住皇后大道中駛去堅尼地城。咁當去到近中央街市附近呢，車尾突然冒煙着火。
巴士上嘅乘客啦，及時係落車。事件中冇人受傷，現場交通一度受阻。咁高，兩部巴士當時停喺香港仔漁光道嘅總站。目擊者話，凌晨1點左右，見到有類似照明彈嘅物體射向呢一部行走鴨脷洲至香港仔嘅95號中巴。前面嘅巴士跟住亦都燒着，消防員用咗10幾分鐘將火救熄。首先起火呢一架燒到得返個車架，另外一架亦都嚴重焚毀。現場消息話，其中一部巴士嘅車門同油箱蓋都打開咗。警方同消防處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而家仲調查緊。中華巴士公司話，兩架巴士而家喺黃竹坑車廠，警方朝早曾經拖走檢驗，攞走一啲樣本化驗，而家等緊報告。